来关心本土天狗节的疫情，台北文山区增加一例基因定序确定甲新北军事案有牵连。调查的行踪嘛发现讲，新北中和的确诊个案，捌去过台北这案因兜附近的菜园，即马这个所在呢，嘛已经列做高风险区域。环保局人员来到菜园啊，喷药消毒，并且有防疏散警戒，提醒民众最近莫入去种植。因为最新的天狗日疫情调查显示，新北市确诊个案北到台北市文山区确诊个案因兜附近大约7.5公里的菜园啊活动，区公所甲这个所在列做高风险的所在。离岛更加是连2天出动志工团，伫周边清理消毒。看物件也是所在有积水无，希望疫情卖拖开。那我们也请我们的志工团队不定时甚至定时间，也都去各死角去注意这些环境卫生的垃圾源头，把它做一个清除。新北市的个案有一部分有台北市的这个活动足迹，特别是在文山区有一个菜园，已经进行拉警示线来做封锁。军喷药面积已经超过18000平方公尺，清掉军保的积水物件，军上报天狗日个案总共有62例，全属是天狗日被盗第2型，军无有动静也是死亡案例。疾管署拜六发布基因定序结果显示，台北市文山区天狗日本土病例甲新北市中和甲新店区互相烧的个案定序结果同款，研判是来自同一个互相烧的事件。提醒北地风险区活动民众自我健康监测14天，也提醒防台期了后是天狗日加强防治关键期。目前台湾是在新北跟台北有这个登革热的疫情哦，那南部本来也就是传统上登革热好发的地方，所以南北的民众都要特别注意在台风过了之后呢，尽速清理家户内外的一些积水容器。疾管署呼吁民众要尽紧把厝内底积水的物件清掉，若去过上报天狗日风险的场所，一旦出现症状，看医生时也甲医生讲去过倒一寡所在。记者综合报道。